长谷川，没想到竟是长谷川志。那天在福大公司门口，从港英警察手里跑掉的那个人，无论是动作还是身形，的确符合长谷川志。今天晚上，江华兴业公司出面交易的是谁？是吴安娜，她现在已经落入军统手里。那个叫徐乃娇的女人应该也在现场。和军统的全面战争，就是同计划实施的第一步。这场战争，我们必须要赢。嘿。把你们二位的东西都各自认领回去吧。嘿。怎么，这个东西没有人认领吗？这东西不是我的。对不起，这也不是我的东西。不是你的，也不是你的，难道它是我的吗？蓝衣社，原名中华复兴社，30年代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内部组织，在一群青年精英的努力下，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国民党内部的3大派系之首，对吧？你问我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吗？这个东西就是在你的房间里发现的。你陷害完藤原忠四，现在又来陷害我，把他给我压下去。哎，别动，我自己走。冈崎君，你也可以回去休息了。嘿。快点，干什么呢？磨磨唧唧的，快点，快点，走，快点，站好了，站好了。民国警察反应实在是太快了，这一路真是没少折腾。自古红颜多祸水，这趟咱们重创日本人，是不是得好好奖励奖励手下这帮弟兄啊？蒋领功受赏了？还不到时候吧？通知香港军统各据点进入戒备状态，
凡有可疑者接近，格杀。现在全香港基本上已经进入了戒备状态，我觉得日本人肯定不会在这个时候轻易出手。况且，仓库一仗虽然说没有伤到他们筋骨，但是至少也伤了他们一些元气。你难道仅凭自己的思维，就来断定对手下一步的行动吗？哼！你们俩，把那两个女人带进来。是。走，快点。情报无误吗？绝对准确。这几个军统据点，我一直派人秘密监视。大总，军统的这帮家伙太不识抬举了。这帮顽固分子，就像是餐桌上的苍蝇，实在没有办法和他们和平相处。我已经有一套完整的计划，既能保证打死这帮苍蝇，也能保证他们不会掉到餐桌上的汤里。下命令吧！明天将是血腥的一天，全港军统据点将会遭到彻底且强有力的袭击。你们两个将跟随木村去袭击最重要的目标——血色星期天，作为明天行动的代号。嘿。失眠了？是啊，睡不着。你不也一样？明天要进行的行动，想象一下都知道有多危险，子弹不长眼。又能怎么样呢？总不能不去吧？现在应该祈祷，祈祷明天子弹长眼睛，绕着我们走。好吧，祈祷吧。其实啊，你最应该去找那个人，而不是来找我，对不对？谁？小泽。小泽？对。我真的只把小泽当成自己的妹妹，而且我已经有心上人了。你有心上人？这个人我认识吗？不认识。好吧，算了。如果我们在明天的行动中阵亡了，你就再也见不着那个你一见钟情的女人了。其实无所谓见不见得着，见不着也未必就是坏事。这是军统据点的建筑平面图，重要的地方都已经做过标记。维景，你负责配电室，到时候及时切断电源。钢起，你负责解决军统的外围警戒。嗨。你们两个各自完成任务之后，我们在里面会合。
这4个人的长相必须记住，2个男的务必要除掉。那2个女的要生擒。头儿，抓了那2个女人，怎么办？对待女士还是要多点耐心。这2个女人，其中有一个真正与重庆政府方面有关联，而另一个只是配合演戏。都说3个女人1台戏，你们2位倒是把香港弄得不太平了。吴小姐看上去不像是个平凡女人。都说毛长官行事果断，雷厉风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只是这次您的行动是否有些过于冲动和草率了呢？要知道，强华兴业可不仅仅只是一家公司。谢谢吴小姐的提醒。本人到香港虽然是初来乍到，但强华兴业公司和重庆方面有联系这件事，我不至于一无所知。你们走私违禁品和日本人联系，我能坐视不管吗？吴小姐，只要你告诉我你的上司是谁，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你好好想想。这是毛森的真实意图，还是诱饵？不管属于哪种，毛森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我和徐乃娇顺藤摸瓜，找到重庆方面的人。毛森对我的审问，是由于他无法确定我与徐乃娇之间到底谁才是真正能与重庆沟通的人。只是面对同样的问题，徐乃娇会给出什么样的回答？徐小姐，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要再追究了。我希望你我能够坦诚相待。吴安娜是重庆方面的人。这么说来，一切都是他安排的。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徐乃娇既然选择了我代替白文扎的角色，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暴露自己。我必须继续演好这个角色，才不至于被踢出这个局。怎么样，吴小姐？想好了吗？我从上海大老远的来到香港，眼看着就要做成这笔大买卖，可我精心策划的这条贸易线，轻而易举的就被毛长官您给咬断了。我觉得毛长官是个聪明人，我喜欢和聪明人做生意。既然吴小姐说起了这条秘密贸易线，那么请问你是主事人吗？主事人谈不上，因为一切我都听从重庆方面的安排。我凭什么相信你？毛长官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大可以找徐小姐去求证。头儿，既然他们2个人异口同声咬定那个姓吴的是主事的，我觉得应该差不了。
没这么简单。也许这两个人是在演戏。这步棋绝对不能走错。那你说，他们究竟谁是真正主事的？我不知道，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毛三，放了我们！你们这是干什么？没有，毛三，你给我进来！来人，把我们放了！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快把我们放了！毛三，放了我们！放开我们！嚷嚷什么呀？都给我闭嘴！沈耀庭，你放了我！该说的不是都跟你们说过了吗？都给我闭嘴！我对二位是充满了耐心和诚心，但是二位对我拒食不报，心存芥蒂，我只好出此下策，在这间屋子里放上这盆炭火。我想不用很长的时间，二位就会一命呜呼了。我不想难为你们，我想知道主事是谁。这个人对我很重要，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机会。好好想想。毛三，毛三，你回来！毛三，你别走！沈耀庭，沈耀庭，你放了我们！给我闭嘴！放开我们！毛三，把我们放了！吴小姐，吴小姐，闭嘴！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我都已经跟他们说过了，我是整个事情的负责人，可他们就是不信。早知道他这样对付我们，我就不应该把真相告诉他。吴小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万一我要是扛不住了，不行，吴小姐，你千万要扛住！你肩负着重庆方面的重要任务，一定要扛住！ขัน车，快，快点，快点！
多长时间了？报告长官，1个半小时过去了。这2个女人骨头倒是挺硬的。报告，有情况。行动。哎。怎么没信号了？正在处理。日本人带人打进来了，附近所有警戒点都失去了联系。来的真是时候。你带人顶着，派弟兄们把这2个女的带走。是，你们2个把那2个女人带走。是。
完了，完了，完了！小鬼子，尝尝我兵的子弹吧！头儿，实在不行，咱们撤吧。撤！在那边。收队。你不记得我了？
你是？小姐还记得吗？你在茶馆门口崴了脚，是我送你上的出租车，还替你付了钱呢。是你呀？是我。葬身火海了。是的，韦锦军开枪打中了毛森的左臂，而冈崎军开枪致使毛森的汽车发生爆炸，他就被活活烧死在了车里。太好了！今天是我金睛五夫，更是情报4克的大胜利，军统香港站被彻底的摧毁了。木村，你也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吧。嗨。把长谷川带到我的办公室。嗨。大佐，您找我。这一定是个阴谋。阴谋？什么阴谋诡计，敢牺牲整个军统站，牺牲一个站长呢？打伤毛森的是韦景，亲手将毛森击毙的是冈崎。现在长谷川军，你来告诉我，他们哪一个是内奸呢？大佐，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是内奸。如果你不是，那么你怎么解释军统俘虏的死亡呢？是，这是我的错，是我一时疏忽。在你之前，冈崎军也使梦话，
为什么偏偏在你审问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呢？军统不能有活口留在情报刺客的手里，哪怕只是一个喽啰。所以你奇出险招。大佐，你一定要相信我。长谷川。大佐，大佐，把长谷川压下去。嗨，不要碰我！下飞路，故事未说情章回，高跟鞋，刀锋如此轻蔷薇，一步一痛，一步一美，骄傲的泪水落在我心里的滴泪成丰碑。目光如此深邃，人海中蓦然相对，让爱勇敢地选择坚守，转身那一刻止不住的泪，在时刻经常戒备，逆着季风而无畏，用赤诚。碎，某眼神压到凄美的天边，隐隐的惊雷，看樱花在徐徐枯萎，且只是滋味。往一处见人开出玫瑰，一处见人开出玫瑰。经常戒备，逆着季风而无畏，用赤诚在捍卫，把手心的冷汗捏碎，某眼神压到凄美的天边，隐隐的惊雷，看樱花在徐徐枯萎，且只是滋味。往一处见人开出玫瑰，一处见人开出玫瑰。
韦景君此番言论，必是由心而发。这不由让我想起了韦景君平日里清贫节俭的做派，倒颇有共产党人的意思。刚吉军的铺张浪费，倒也符合国民党的做派。韦景君真是嘴上不饶人，